到了甲板层，随后飞行员进入驾驶舱接管飞机，在黄马甲地勤指挥员的指挥下，操控驾驶飞机滑行驶向弹射起飞跑道。不得不说，这飞机正面颜值是真的高。歼35是由沈阳飞机工业集团研制生产的一款双引擎全天候隐身战斗机，也是世界上第一款用电磁弹射器在航母上起飞的5代战机。进入弹射跑道的歼35，在弹射员的指挥下慢慢调整机位，此动作是引导飞机前起落架，精准进入电磁弹射器的发射位置，以便弹射模块链接。与此同时，弹射机位后方的偏流板升起，其主要作用是在战机发动机蓄力时，将引擎喷射的高温气浪引导向上喷射。弹射员发出手势信号，前方的3名小哥随即开始弹射器链接。粗壮的飞机起落架呈现在大家面前，接到弹射起飞指令，飞行员将油门拉满蓄力，随后向屏幕前的各位展示教学弹射坐姿。指挥员做出起飞手势，紧接着弹射器蓄能发射，歼35急速冲刺弹射起飞。该说不说，这么高清的现场视频看的是真过瘾。为了给大家呈